孩子在哪？离这儿远着嘞，多问啥都没用。我只问你一句：可现在叫你再把爹供出来一回，让人再逼他一回，你供是不供？我知道你不会，你不会再供了。你要是再供出来，这辈子你就别想再见到爹。你记着，你要是再当一回逆子，你杀你爹，就杀你儿子，现世现报。又想吃啥不会做啊？进来。乐生调皮，前2天撵鸡爬你家墙头上了，结果吓得给摔下去了。他说，瞅见一个白脸白毛的老头，一身白褂的在院里飘忽，现在还要出一身冷汗呢。我得给他叫叫魂去。啥白毛老怪？这是我舅姥爷。啥？你舅姥爷？啊，怕啥？他大病了一场，在我这儿住了好些日子了，家里没人照料，送来我这儿给我添个人气宣子。哟，这天旱天涝的，要不咋都该包几个扁食送给舅姥爷尝尝。用不着，他病着呢，腿脚不灵便，怕人见着。怕人见？还怕我见呀？我又不是外人。舅姥爷走背运，身上背了点事儿。这年头，身上背点事儿的人多了去了，怕是吃了大苦吧？舅姥爷今年有67、8了。66。咋了？瞧你这脸色，黄成这样。啊，我下地累的呗，又有乐生丢魂儿这事儿，我着了急。没事儿，我去坟院给他喊喊。身上的、脸上的黄都退了，眼里的黄也浅了呢。虽说还不像个人样，至少不像鬼了。大夫来了。来了。沏茶了。沏啦。告诉大夫，我就不陪了，给我配个护士，说我怠慢他，我得闭着眼，睁眼耗费气力。爹，哪有大夫跟病人一般见识的呢？没事儿，不爱睁眼就不睁呗。你觉得怎
诉大夫，我肚子里的水像是下去了不少。问问大夫，到吃啥不像吃药。红糖水也是苦的，那么苦。这是黄疸肝炎恢复期的正常现象。给您输了几天的液，黄疸都退下去了。告诉大夫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镇上那么多的病，伤的等着他医治，老往我这儿跑，可累人呐。不来了。这是我该的。跟大夫说，我就不跟他道别了。松松吧。爹不肯认我，连听我说忏悔的话都不肯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那年，我去河滩上给爹收尸，见爹还有口气儿，就给他背回来了。爹伤在背上，可伤得不轻，休息了个把月，总算能晃晃悠悠地走道了。后来就给他在红薯窖里安了个铺，一躲就躲到现在。你说这世上的事儿啊，还真是躲躲就能躲过去了啊！一茬一茬没吃的，又是汗，又是涝，这不都过来了？有一会儿啊，爹用我那些底儿的线织了张网，叫我到河里去拦鱼。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施的，结果啊是又煮又烤，怎么弄都味儿都不咋地。后来还是我去县城的小火车站里跟那个师傅学了，才知道怎么整的。哎，鱼肉也真是难吃，鱼刺儿又多，这花花都扎了好几回。葡萄，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。啥事儿都不是个事儿，就是人是个事儿。万一咱爹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你说，你要把咱爹藏到什么时候？这不都藏了这些年了吗？得给咱爹方案，让他堂堂正正的过日子。
你要弄啥？啥时候要走啊？等过几日，太平镇安稳下来，尽快。爹，好了，瞅着你活络多嘞。香嘞。可不是，我找了屠夫来宰了头猪，咱有老日子没正经吃顿肉了。我把得的猪肉给唐敏和武和都分了分，大伙儿可高兴了，饿的呀。雨停了，地也不旱了，这季种的小麦，来年能有个好收成。可不是，这几天只见那麦种种下去以后，蹭蹭的疯长呢。嘿嘿。哎呀，总算熬出头了。赶紧过到明年吧，到了明年的这会儿啊，保准日子就好过了。别点灯了，我看得见啊。在地底下恁多年了，也没啥张罗的，幸好能扎扎扫把、变变席，老了不中用了。趁热，把猪肉吃了。张嘴。少爷，他带着小朴上路回去了，没跟你说？啥时候走的？得有个把时辰了，早早喝了些汤就走的。哎，不知道，这咋了这是？团长，反正你也不会回去找葡萄了，对吧？咱还是抓紧时间赶路吧。葡萄像是有什么事找我，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过去追你。啊。爹的眼睛看不见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我今儿个才发现。瞧着像是有一阵子嘞。葡萄。啥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找大夫。我说不见大夫就不见，我要眼睛干啥呀？你不要眼睛干啥？你快让大夫走吧，跟人说声对不起，大老远的，让他白跑一趟。大夫说了，怕你得的是那糖尿病啊。葡萄。你跟大夫说，我就是眼瞎，耳不聋，用不着扯着嗓子说话。
这糖尿病可糟心了，眼睛要瞎，人还要瘫呢。我要腿干啥呀？那我和瘫了有啥不一样的吗？爹，葡萄惹你呀？葡萄，你快跟大夫说，我都66岁了，眼睛坏了就坏了吧，甭折腾了。是不是大夫还没走啊？哎呦，快去送送，啊，送送客人。老大，爹不让我瞧病，你拿这个小瓶去取点他的尿样来，我给验验。葡萄，这不是个事儿，啥都不是事儿。我是说把爹藏在地窖下面。知道你说这事儿，不跟你说。葡萄，咱们得想个法子。你怕？那你别来。你别不论理儿。我就不论理儿。你杀过爹一回，你再杀他一回呗。你让他这样活着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啥都不剩活着。不走，太晚了。葡萄，如果20年前我和你失散了，我在人群中找你，一定找不到，因为找人的时候，总会想着这个人20多年了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可你一点都没变，我的眼睛一定会把你错过去。如果我一直在找一个变了的葡萄，我一定会错过一点没变的葡萄。爹的事儿，咱们得给他想个法子。他不能长期住在地窖下面，如果长期窝在下面，他的身子其他地方也会出岔子的。让我再想想。去给你治上痛。我为我而这个眼睛还不知道怎样呢。葡萄，回去睡吧。我再做会儿针线活，可不准撵我。你不是做针线活，
你是怕爹夜里苦，睡觉难呐，夜里睡不着，白天打打瞌睡，所以你就想夜里多陪爹一阵子，是不是？你还能不许我陪啊？你这个倔丫头，当年你娘打你，我就瞅出来，你是个嫩倔的丫头。爹，你可别想得开，挺住了啊！别净想那没用的啊！等他们那些个事儿弄成了，好日子就来了。到时候啊，啥也不如全全乎乎、硬硬朗朗的。咋？怕爹有心无心的成了谢账房第二？爹，葡萄啊，你睡你的去吧，完事儿不愁。要愁早就愁过去了，最愁的时候都过去了。你放心，我不看病啊，是我活明白了，活透了。眼睛瞎了算啥呀？那是老天给收走。哎，就让老天慢慢收吧，收一样是一样。你叫啥大夫来都没用，这老天收人，有时候是一下子收走，有时候是慢慢的收。我这个人呐，已经给收走一点了，你非要从老天那儿再给夺回来，办不到。咋还不走人呢？莫非你让我老头子送一回？就走嘞。舅舅，别太难过了。等过了这一关，咱还可以重新开家养房，不是？唉，要不是祥贵不在了，也用不上你陪着我去收账算账。你这挺个大肚子，唉，没啥。乐生啊，你咋这么活泼呢？哎，我问你，那天你娘在坟圈里给你喊啥嘞？我瞧一个白毛老头在葡萄婶子院里，魂都飞出去了。
柴刀、菜刀都卷得热了。水缸里的水啊，都快煮上了。院里堆的炭渣全烧完了。哎呦，还是浆子铁青的，这咋整呢？味道是臭是香？是香。闻着挺香啊。我喝下去，要是过半个时辰死，你可不要喝。花花，消停会儿。听他这声，他这么叫呢，尖声尖气的，从没过这种嗓音。花花叫啥啊？哎，你瞧这汤，不带半点子油心，发青紫色，真奇了怪。来，花花，这清亮的汤你敢喝不？嘿，呵，舔的真干净，那这汤就是能喝。嗯，要不再煮一晚上，煮到天亮，那肉就烂了。你烧啥呀？一会儿啊，我去推个板车，去县城的小火车站，花2块钱再买点煤渣过来。行，快去吧，天要黑了啊。行。你喝了不死啊？啊，没死呢？啊，还不死啊？啊，嘿嘿嘿嘿。鳖肉鳖汤炖好了。来，还不信叫人喂，来。对。哎，来了，吴汤，来了。哎呦，吴汤，吃了没呢？吃了，老鳖汤你没闻见？闻见了，老香。把你那锥子给我用用。好。舅老爷看着可好多了啊。用不着跟他打招呼，他又聋又瞎。舅老爷看着也就50，白发白须中镶的脸盘子竟没啥褶子，白净里还透着珠子的光亮。哎呦，真神了啊！咋了？接追着是吧？
啊，我是来跟你说呀，乐生好多了。听说白胡子老头是他葡萄婶子的舅姥爷，魂儿都回来一半了。那不就好了？有天在街上，克贤老爷问乐生说：“你娘在坟院给你喊啥呢？”乐生说在他葡萄婶子院子里看见个白毛老头，魂儿就飞了。你瞅，中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今天在屋里边吃啊？你不喜欢？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，怎么吃都喜欢。葡萄就是葡萄，不管身上穿的是什么，只要这双眼睛直勾勾、活灵灵的望着，怎么我都能隐认出。一个推身药，传起来老费劲。葡萄，我对你说过吗？你真美。葡萄，给哥做媳妇儿，好不好？就要走了。有点意思。那我们今儿晚上就这么做一夜，好不好？好。等你下次回来，咱就跟爹说，让他给咱把婚事办了，好不好？婚礼上，我不穿凤冠虾皮，就穿你给的这身红袄。